高雄林鹏大楼火烧，3个人死亡，怀疑是1楼违建影响逃生。加拿大航空大罢工，冲击到机房运作，每天有13万人次受到影响。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台湾真出名的观光景点道顿窟，伫当地时间早起要10点的时，有建筑物熊熊爆炸，全烧起来。就是这栋是对地下1楼烧去到3楼，甚至是火势是拖去到隔壁栋的5楼甲6楼。伊的拉面就伫咧这栋，因是赶紧宣布停业。也火烧厝的这栋隔壁这间大间的，就是唐吉诃德。这个所在观光客是有够济，就是惊讲危险，警消人员是赶紧将人疏开，出动70台消防车去拍火。也火势伫咧3点钟内是有来控制掉，也这件事故是造成6个人送病院。其中有2个是消防员不幸来过亡。由咱台湾高雄的林恒有一栋大楼10层楼高，今仔透早4点多烧起来，3个人死亡。大楼的管委会就认为讲就是1楼有违建，甲市府检举，佮拢无处理，即马火烧厝，这个违建影响到逃生，人走袂赴，才会来无命。大楼迄1楼雨大火烧过，门面甲内部设备家具拢烧甲臭灰焦，监视人员伫火场勘查。透早4点外，这场大火，警车附近的民众甲共一栋大楼的住户，大家拢真惊吓。你无看到火，你看到火，你脚软软。无看到火呢，因到2楼阵无甲，头壳门讲破灯，火就看到啊。2楼已经全面燃烧，那我们的同仁破门破窗进去抢救，然后发现目前在2楼有3位欧卡的民众。住伫3楼厝的后生甲分租2楼雅房的2名越南籍移工，未赴逃生伫火场1楼死亡。导火原因爱搁调查，毋过协助提灭火器拍火大楼主委却指出，1楼顶卡违建装铁门，管委会认为影响逃生动线，真侪摆向市府检举，拢无看到处理。今年4月已经向厝主提告，毋过意外说情发生。但我现在已经也在告他啊，他那个大楼把我这个违建都围起来啊，他那个1+2也是违建啊，后面那个铁皮也是违建啊。在接获检举后，就立即查处在案。经过2次派工，都是门锁的状态，无法进入。最近一次前往勘查的日期是在今年的7月28日。后续我们会尽速派工进行拆除。这栋30年的10层楼的大楼，工务局表示，1楼顶卡的状况伫管区合并进程已经存在，2摆接到检举查处，会赶紧照规定将违建的部分拆掉。另外，4楼以上有住户装铁窗，4月已经函文管委会来阻止，若无同意会由工务局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亚头横孤山有一台沙石车未赴打动，是对公车后壁弄落去，公车出去路边，弄到变电箱。也即只沙石车另外一边呢是去遇到拖班车，也规个车祸是造成9个人受伤，596户来失电。今日去翕到一台601线桃园客运公车停靠，准备上路去。向后壁的沙石车动车未赴，弄到公车倒后边，公车好弄一个去冲撞路边的台电变电箱了，停落来。沙石车另外一边去压到内边车道，另外一台拖车。车祸是伫18早起11点半发生的，地点伫桃园市鼓山区万寿路甲台东路口，到尾造成3个驾驶也甲公车顶6个乘客受伤。上下乘客突然就被一个很大力量往前冲撞，然后就撞到旁边了。那乘客有人表示不舒服，已经送医了。沙石车司机敢讲无注意到，9个受伤的拢是轻伤，分别送3间病院救治。不过公车严重受损，驾驶座边仔的车窗拢已经喷甲飞出去，头前挡风玻璃嘛碎甲敢若蜘蛛网，因为车祸弄到的台电变电箱规个飞起来，地势周边店面停电，枪顶嘛失灵。满身大汗的，边箱东西都会坏掉啊。生意也没办法做。对，铁门都拉不下来了。他们那个公车撞下来之后，变电箱受损蛮严重的，所以大概刚刚台电有说，大概预估会有500户左右，会受停电影响。警方到场协助交通疏导，佮通知台电甲拖吊车到场处理。初步调查，沙石车甲公车驾驶拢无啉酒，肇事原因爱搁查。肇事具体原因，警方已着手调查，初步确认双方驾驶均无酒驾情形。
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厘清。台电表示，因为供电设备受损，造成龟山区万寿路、延吉街、延和街、光丰路这块咧，拢总596户停电。台电已经派员积极抢修，让停电的用户暗时会当有电通用。记者采访报道。川普甲普廷会谈了后，泽伦斯基要去见川普，就是要朝路战争。两个重点：地土甲安全保障。罗西亚讲要挺进会使啊，挂地。乌克兰东部地区甲克里米亚拢是罗西亚的，而且乌克兰袂使加入北约。普廷安尼讲，川普有同意，但是对泽伦斯基同意。伊讲乌克兰想要挺进，就莫想要甲地土收倒转来，嘛莫想要加入北约。只要普廷摕到乌克兰的地土，罗西亚对乌克兰要爱的安全保障，这个态度是开放的。美国愿意提供亲像北约的条件来确保乌克兰的安全，但是美国到底要安怎确保乌克兰的安全？因敢是要派军？也乌克兰即马是坚持交换地图，也若要停战，敢有别条路会当行？也这个细节，就是看即边泽伦斯基安怎甲川普来吵。10月阿拉斯加米罗峰会留落真侪细节，等待各方参详。就伫德国总理梅尔茨等欧洲领袖对外公布川普可能提供乌克兰安全保障的消息了后，川普政府的重要特使为科夫也讲话啊。It mean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potentially prepared to be able to give Article 5 security guarantees, but not from NATO, directl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That is big. I mean, really big. 所谓安全保障，敢是代表美国会为此派遣军队去乌克兰。贵科夫表示，这正是拜以川普甲泽伦斯基会面了后要讨论的焦点之一。Now it's for us to drill down on the granular details of exactly what the Ukrainians need to give them a sense of security in the future, and by the way, what the Europeans need as well. 另外，普廷对于停止俄乌战争提出的6大条件，其中上重要的欧东领土交换问题。纽约时报杂志报道，川普向欧洲领袖表示，伊认为乌克兰也同意让出欧东部分领土，这场和平谈判就会当成功。也毋过，泽伦斯基虽然俄罗斯感谢美国，表示提供乌克兰安全保障是历史性的决定，也佫一摆否认会挂地也是领土交换。Russia is still unsuccessful in Donetsk region. Putin has been unable to take it for 12 year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makes it impossible to give up territory or trade land. 泽伦斯基表示，应该以目前的战争前线作为谈判基础，而且爱先停火才谈判。也毋过，基辅独立报报道，罗国17又原向哈尔科夫、苏梅甲奥德萨等城市发射飞弹。美当时间18，泽伦斯基会去北京会见川普，也毋过欧洲英德法意芬兰领袖甲欧盟北约的领袖也临时决定随同出席。安尼，欧洲领袖大电视拜访北京，过去毋捌看，一来是展现欧洲对乌克兰支持，二来也避免佫发生2月是泽伦斯基伫北京的介入场面。也毋过，根据CNN报道，川普佫伫社群媒体表示，除非泽伦斯基放弃克里米亚，佫答应永远无加入北约，战争才有可能结束。公司新闻网络媒编译。也美国甲韩国对8月18开始办联合军事演习，针对无人机、网络、太空恐怖攻击这现代化战场，落去应对。韩国新任总统李在明6月上任了后，这摆是第一摆美韩联合演习，除了以前拢有的实弹射击项目，这摆演习范围更加扩大。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Iran-Israel conflict. We take thos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modern battlefield and incorporate that. So we do look at a wide range of scenarios that could impact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a crisis or conflict. And when we look at threats on the modern battlefield, from drones to cyber to space threats to terrorism. And we take those threats and we incorporate into the training scenarios. 8月份的演习为18到28，不过40个野化实战训练项目内底，有半数延到9月才进行。韩国官方的讲法是，为避免无正常官军影响官兵的健康。不过，韩国媒体认为是新上任的李在明总统为摆出对北韩善意的姿态，才有这个决定。不过，北韩方面强调未改变敌对的态势。
另外，伫8月演习的头4日，也就是18到20日，韩国全国4000个公共机关，包含各级政府单位、交通运输、电气通信甲医疗等单位，总共58万人，也导致民防演习、武器战争爆发，或者是重大灾害时阵的形形对策。比含这项类型的年度演习，为1969年开始就用伊基来命名，包含进行伊基自照镜、伊基自由会师甲目前的伊基自由之盾，用伊伫纪念公元7世纪高句丽王朝时代打败中国隋朝入侵的大将伊基文定。公司新闻时间真朋友。来讲，加拿大航空劳资纠纷是超袂好势，空服员发动大罢工，就算政府下令讲爱因随复工，工会有员唔接受，也最后是冲击到加拿大航空的基本运作，大工有13万人次受到影响。加拿大渥太华国际机场的看板顶悬17架航班机持续出现红字取消，航班飞行计划减慢，受影响旅客被迫滞留到20进前，无法度重新安排旅程。Super stressful, of course, and very expensive, having to stay 3 extra nights in a hotel than we were planning on. We do support what the flight attendants are trying to achieve, but it's very stressful nonetheless. 加拿大航空的劳资纠纷协商无顺，差不多1万个空服员当地时间16透早开始发动72点钟的大罢工。虽然政府介入，下令停止罢工，并强制劳资双方进入有约束力的仲裁庭事，要求所有的空服员17下晡2点爱重回工作岗位。不过，代表空服员的工会拒绝，讲政府违宪，声援持续伫机场外示威。And this basically means the government is taking away the right to strike, and we're simply not going to accept it, not now, not ever, and not in the future either. 加航甲工会的薪资协商已经进行8个月，加航提出4年来为空服员加薪38%，头1年加薪幅度25%。不过工会认为，扣除其他形式的补贴，头1年实际加薪仅8%，无够应付通货膨胀。另外，争议点是伫空服员的薪资，敢若伫飞机移动的时间计算，进前协助登机甲安检这的地面作业期间无算。加航提出的补偿方案，双方嘛无共识。加航直飞全球180个城市，敢若17早起就取消494航班，预定逐天受影响的人数有13万。加航表示，需要7天至10天才当慢慢有正常的飞航。受影响旅客会当专业退费，也是代替安排其他航空公司。伫休热旅游的大月，这个过程也变甲真慢。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之前有网络红人去到新北的10分古街啊，遐铁基路放天经也坐17号民众检举罚款7万块。铁道局就讲话啊，讲铁路法有规定，讲这个过路人甲车辆是袂使入去到铁基路的范围，尤其若伫咧并溪的铁基路顶悬放天顶，或是讲翕相，相当会当罚5万块。来到新北市的10分老街，唔但会当近距离看到怀旧铁基路，也会当放天顶。这个就是风景区未少国内外旅客前往，也毋过爱注意啊。若你放天顶的地点是徛伫铁基路顶，无适宜，唔但是触发，也可能互开罚。就是他的店家叫我们叫这里就 OK， 我们就是跟着他说。但是我也感觉如果进去，可能也会有一点危险。真的，可是那个店家不都叫你？他都把你带到那边放更安全的地方放，应该定一个区域出来放，而不是在铁轨上面放。顶日就有咯，旅游频道的网青去10分老街的铁基路放电厅翕影片，事后双方检举，防以违反铁路法开罚新台票1万。网青事后发布回失的影片，承认做无好示范，已经深刻反省，呼吁大家若放天顶爱细腻放的地点，唔通触犯。可是我从头到尾不是我们主动要去站在那边，因为如果你有来放天灯，假日的时候你就知道，全部都是人。他叫你在这边写，他叫你去那边付钱，完了他叫你站在哪里，而且速度的时间非常快。影片曝光，唔但引起网友讨论。新北市府表示，即会当伫许可区域放天灯，若违反规定，会当处3000块以下罚金。铁道局表示，铁路法第57条明定，行人甲车辆禁止侵入铁路路线范围，尤其伫并溪顶铁基路放天灯，也是翕相已经违反铁路法。有关立地法定员工，也是其他特殊需求，可能建议修正铁路法条文部分。铁道局甲交通部建议中，开放的范围也是时段也爱铁路机构建立相关安全配套。兼顾行车安全甲地方观光需求。之前也是有来罚过了，一般的话都罚店家比较好啊。那对我们一般店家的话会更好啊。
大家就比较安心了。所以怎样子让它兼具两个用途？刚好透过这个议题，可以去做这一部分的处理了。过去也有外国游客到新北边去耍，煞亲像因为翕相侵入铁路，唔拿互代替列车弄掉，也个因为违反铁路发放裁处。安怎变观光，也个会当兼顾铁路行车安全，相关单位恐也着爱讨论研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真侪旅客去垦丁耍水，今嘛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有公告，水上的活动敢若开放式的所在会当进行，若是违规，唔拿业者会犯法，游客嘛会做违法。屏东垦丁是真侪旅客迄落会去佚佗的所在，尤其是南湾的水上活动，逐年拢吸引袂少人。毋过，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伫面册答文，表示水上活动只有开放南湾、白沙、后壁湖、甲尊芳泽，无开放小湾海边。根据规定，伫7、8月有开发小湾经营水上奥多巴的业者，嘛提醒游客，耍无合法的活动会开罚。应该是由业者去跟政府去讨论这个法规的问题，在官网上跟民众再讲清楚。我们游客可能也是说，难得去就玩，就是不会想说，我玩了还要被罚。那如果没有明确写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知道。垦丁的人数上多，有时袂当伫小湾耍水上活动，我想无，我就到处玩，你来就无咧才玩啊。不过答文一出来，就引起袂少争议。真侪网友表示，业者违法经营，煞来对游客开罚，游客怎会知影倒位会使营业，倒位袂使？不过垦管处表示，因伫小湾有徛过石牌啊，明确告知民众甲业者，按照法规，对108年开始，小湾就禁止进行有动力的水上活动，希望大家爱注意，避免受罚。小湾沙滩及海域因腹地狭小，无法区分动力及非动力之戏水活动，有鉴于不同游憩活动之间的彼此干扰，因此自108年起公告限制。目前针对于水上摩托车违法营业的情况，只是针对于营业行为去做处罚。另外，有民众伫垦管处的网站发现有小湾的旅游小介，煞写着会使耍水上奥多拜、金蕉船，造成旅客矛盾的部分，垦管处嘛伫今仔日甲内容修正，希望民众与业者会使注意。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针对市面咧卖的枸杞检验重金属，想要到讲验30件拢验到盐加氯，甚至有2件是有机的同款是验到哦。消保会就表示讲，即卖法规无针对枸杞去制定重金属的标准，好有事有事就要重视这个问题。一包一包的枸杞干放伫桌顶，拢总30件，有对网络卖代买，搁有真侪件是连锁大卖场卖。但是这枸杞干全部拢互台湾消保协会验出盐甲镉，其中有2件甚至搁刻名有机枸杞。协会讲，若用农粮署的标准来推算，成年人逐工袂使食超过20公克，有新的人囡仔甲油脂歹的民众袂当超过10公克。有民众听到这个消息讲，后悔唔敢搁买啊！30件拢有哦，哇，遮恐怖！哇，安尼叫我后盖我哪，搁敢买？哇，落！因为有人是摕枸杞干来泡茶养生，有人是煮食会掺一寡。协会表示，因为盐甲镉若食落腹肚恶代谢，长期食会对身体造成败害，因此消保协会建议民众，若总有需要，会使找中医替。我个人建议是要找合格的这些所谓的有出示检验报告的这些的中药行。因为我们中医的枸杞啊，就是它是以药品来分类，那比如说它的检验标准跟食品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样子，所以会相对来说，药品的检验规格都会比食品的检验规格来得高。协会建议中央应该要修法对源头管控枸杞干的重金属标准。对此食药署表示，针对枸杞干的部分，农业部有相关规定，会当用勘索率4倍去推算。安尼枸杞干的重金属标准，盐是10公斤0.4毫克，镉是10公斤0.2毫克。在检视该会抽验之值，铅均小于每公斤0.4毫克，镉均小于每公斤0.2毫克。食药署强调，若是勘索过的产品，都要用农业部定的勘索倍数去推算敢有合格。针对这摆兵团公布的结果，并无超过标准。记者郭家祖、邱高永昌报道。这几天，咱台湾的啦啦队因为国际比赛是受到关注。公司台记台今年底就要推出全国第一个啦啦队的实景节目，才骄傲 Nice Play， 要让观众朋友了解讲啦啦队这个工课的艰辛苦境。
啦啦队的青春舞蹈，定伫咧比赛过程替选手加油嘛，带动全场气氛。这几年台湾的啦啦队文化，因为国际比赛受到关注。公司台记台要推出全国第一个啦啦队养成实境节目《菜鸟啊 Nice Play》。经过海选当中，就10个成员参与，其中有成员应过是运动选手。即马虽然无做选手啊，不过伊望透过角色的转换，改为选手加油。就是为一个动力，会当我佫袂当放弃，因为佫有人在看，我佫爱更加加油。所以我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来参加这啦啦队的原因。就是普通的人嘛，阮毋是啦啦队，但是足多谢节目会当互阮真正做一回啦啦队。为着要互观众对养成的过程了解啦啦队这个工课减算concept，菜鸟啊 Nice Play 嘛招这帮的5位英文团长做伙来参与节目训练这菜鸟啊，希望互因了解，毋是干那唱歌跳舞尔，佫爱有棒球知识、训练体力，抑佫有培养团队合作的能力等等。捌棒球，你嘛爱对棒球这个运动有热情，所以呢，一般来讲，阮是。大概差不多半冬的时间啦，对啊，所以因足厉害，当伫咧2-3个月内底，会当有安尼表现。不是只有在跳步而已，不是只有在应援而已。我觉得学着团队待人处事，这些最重要的，这在节目里面都会看得到。节目会伫今年底起稿，伫咧实境养成的过程，会对10位选手内底淘汰4位，最后敢若选出6位，会当徛起咧棒球场的乌烟舞台，用台语替选手加油，希望替台湾应援文化注入新能量。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毋是真人，赶快继续欢迎日本 VTuber 经纪公司2月伫咧美国甲因的戏语歌手办演唱会，第一届办伫咧海外，就吸引4000多人到现场。这场伫美国洛杉矶的演唱会现场气氛正嗨，详细看台顶的歌手并不是真人，是李子环世界 VTuber 实况主孙美生。虽然不是真人，不过孙美生用正顺的英文甲大咖的观众互动，受欢迎程度是无输乎真人的歌手。这是日本科技公司 Cover 旗下的 VTuber 经纪公司第一遍伫海外办的虚拟实况主演唱会，有4000多人来参加。开始进前，场内电话粉丝是开甲满，因为我介意 VTuber 对规身躯的穿衫打扮就看会出来。Gone to normal concerts and it's great. You love feeling the crowd, but the energy of the people who are in person and you see this 3D like anime girl absolutely singing and being able to experience that for real. 2016年，日本出第一位 VTuber 是动画游戏甲直播技术合作的结果，用动态捕猎技术塑造虚拟人物。所以，伊肢体动作甲真人正共，虽然毋是真人，不过 VTuber 依然正受欢迎，因为伊有人性的一面，包括个性甲人格特质，用好听的声音，佮配生动传神的声线，甲粉丝正密集的互动，展现出明星的特别魅力。My name is Mori Calliope from Hololive English. I am a singer, songwriter, rapper, reaper. And I guess, yeah, that's the best way to describe myself as a virtual artist. 根据日本的饲料公司 QI Research 的调查，伫未来5年 ，VTuber 的产值会增加3倍，到大票455亿。不过对粉丝来讲，市场的竞争代表有更加多元的娱乐选择。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